大家好，今日咧想分享暖宮貼點樣用，點樣可以有效暖宮，仲有冇其他功效呢？咁首先咧，其實坊間咧，我哋都知道有好多種唔同嘅暖宮貼，除咗熱力之外咧，部分咧亦都加咗一啲嘅中藥，例如係當歸、山姜、肉桂等等。嗱，神農就嘗百草啦。作為中醫嘅我咧，都好中意試唔同嘅嘢，所以咧今日我會介紹一個特別嘅方法，教大家點樣去暖宮。喺未講呢個之前咧，先講下暖宮貼嘅功效。因為咧暖宮貼嘅熱力啦，佢可以咧行氣活血，中醫都有講不通則通，所以咧暖宮貼最比較明顯嘅功效就係可以舒緩痛經。除此之外，因為暖宮貼咧，其實佢係貼喺下腹部嘅位置，即係咧我哋嘅脾經、胃經同埋陰脈。除咗可以溫經健脾胃之外，陰脈亦都係我哋手足三陰脈之海，亦都可以養陰，所以唔一定係愛嚟調經用嘅。而家等我介紹一下點樣可以暖宮。我哋咧可以買一啲稀釋咗嘅薑艾按摩油，即係咧裡面有艾葉同埋山姜成分嘅。如果我哋係選擇精油嘅話咧，我哋可以以杏仁油大概係2到3 ml 為底油，再加入山姜同埋艾葉嘅精油各2到3滴就可以啦。撈勻咗之後咧，我哋咧先將呢個油放喺我哋嘅掌心搓熱佢，順時針喺我哋有2個嘅位置。第一個位置就係我哋臍周圍嘅位置，一度順時針咁樣去按，令到我哋有一種熱嘅感覺。跟住我哋可以喺我哋嘅下腹部，亦即係臍下同埋我哋左右少腹嘅位置，同樣地可以順時針咁樣按，令到佢有一種熱嘅感覺。咁我哋之後咧就可以加返平時冬天用嘅普通嘅暖貼就可以啦。咁樣咧同時間咧會令到有中藥嘅效果之餘，亦都有熱嘅效果，可以加強咗呢個暖宮嘅功效。至於喺時間方面咧，因為咧一般嗰個暖貼咧大概係6到14個鐘不等。如果咧用作調理嘅話咧，我哋可以選擇喺早上7到11點脾胃經，又或者下晝3點到7點腎經同埋膀胱經留住嘅時間去敷貼。如果係孕婦又或者有懷孕可能性，就唔建議大家用以上嘅方法。另外，如果大家真係想暖宮，我會建議從治本嘅方法，就係減少飲凍嘢、食魚生、食凍嘅水果，又或者寒涼嘅食物。咁希望呢一集可以幫到大家，拜拜。鍾意呢段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埋 Subscribe。如果有咩 topic 大家想聽，歡迎留言俾我。中醫或者身心靈嘅角度都冇問題，最緊要記得撳埋個叮叮鐘，咁樣你就唔會錯過每一段片啦。